我要甲伊卷起来，因为我要用这手电啊，欠一个电池啊，卷起来就会使做临时的电池啊。很小诶，这上好是。你试看卖，哦，是不是？阿妈紧甲我教，紧嘞！阿妈，啊，你要烘吧？你讲这哦，我要甲这铝箔纸啊，我要甲伊卷起来，因为我要用这手电啊，欠一个电池啊，卷起来就会使做临时的电池啊。你讲这要做临时的电池，哎呀，一工总算来到啊！阿妈已经老翻电啊，我紧敲电话叫洋洋等来甲你看，时间无济啊啦。什么我老翻电？哦，你等下你就知。许处考，啊，这英王我实在啦，这庄凯勋啦，之前有看过伊的片咧，袂歹看。靠袂无聊诶，我跟你讲，啊，这少年就退休啊。我今仔四节厝边啊，嘿，王彩华啦，水呢？恁两个人才拄搬来呢，嘛想过拄。哎呦，腰真哦，那是别人啦。应该毋是你做的哦，吼。应该是处理哦，这出这是新的呀。妹妹，请口罩，阿爸你管了哦。好，哦，招来要冰冷。谢谢。哎，爱是咧放啥物物？叫人呢？啊，无咧无冰冷啊，叫人买冰冷啊。坐坐啦，你都毋是毋知，这站哦用伤紧啦，袂付底啦。好啊，好啊。来，哎呦，你叫我毋是。哎呦，给我找一支线子的。小妹妹，那个要什啊，么？别人来买啊呀。先不要，下班了没？下班了没？走很美。啊，捧场一下啦。好啦，50。哎，给你，我今天牵新车啦，给啦，哎下班了，我哎，多甲人买冰冷就买冰冷安尼，走啦，你先我来人开个广播啊，袂使啦，安尼袂使啦。弟弟啊，冰两买等去困啊，莫安尼骹来手来啊，哦。很小诶，这上好是。你试看卖，哦，是不是？阿妈，嘿啊，阿妈，你讲唔相信？阿妈紧甲我教，紧嘞！好啊，你要学这哦，好，我甲你教，我头拄仔咧伫遐拗，你拢无咧看，我甲你教。这铝箔纸吼，阿妈已经教好啊，差不多吼，就是甲这电池白看有无？好，好啊，小看较长偌紧，好啊，因为这电池较大粒，吼，阮会使用2张，哦， 2张安尼放做伙，安尼甲伊卷起来吼。倒一面拢会使吗？倒一面拢会使，好，安尼卷好，卷好啊。搁唱歌咧阿妈。哎呀，爱唱歌，卷好，啊你啊安尼吼，安尼定好10钱吼，有无？有省电池无？有，安尼长安尼，吼好开。咱来试看卖吼，先放电池。先放电池，哦，再放头拄仔阿嬷用的这个，哦，你会使甲伊砍起来的时阵，啊先甲伊对好好势吼，安尼对好好势，看起来这步上困难。安尼对好势才会过电啦。哦，安尼锁起来，我咱来试看卖吼。哇！哇！阿妈，哎呀！真无简单呢，啥物怪招拢会晓。进前哦，伫遐看猫的无点哦，我甲你讲，阿嬷无咧话好难啦。你莫安尼讲啦，啊，不过阿嬷，若是无电池，就直接去买就好啊，真麻烦。无啦，迄是进前哦，我找无电池的时阵，我就用这个方法啦。哎呀，安尼较方便，我甲你讲，安尼嘛较省钱呢。真正停电啦！爱跑开，破钱。搁看会到啦。讲真正停电啦。遮光咧，哦，你安尼搁较恐怖。哎呦，阿嬷，哎，这在做麦克呢。嘿，无你唱一个世界名曲。世界名曲。嘿， Happy birthday to you，像生日，是你啊！ 12月是我，嘿，但是还应该是袂到， 90大寿啊吧，阿嬷。90。